Hello，你哋好，我在山上，我係 Gary 啊。今日行港島徑第3段，不過我哋今日咧由第1段開始行到去第3段，所以今日行1、2、3段啦。大家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我在山上。點解今次咁積極行呢個港島徑呢？因為有個活動叫做40週年解鎖港島徑。今次主題呢就係港島徑第3段，當然講返點樣去港島徑第3段嘅起步點啦。我哋可以搭971巴士去到漁光村嘅海鷗樓落車，行去香港仔水塘道，轉入香港仔西引水道，行到去貝老道就到達咗港島徑第3段嘅起步點啦。都可以由田灣村上嘅，因為上次我哋行完第2段呢係由田灣村落返去嘅走嘅。咁呢點解你唔行去石鞋灣嗰邊呢？因為嗰邊比較長少少咯。港島徑啊，呢度開始啦。呢個咪叫0嘅，呢個叫係啊，1喺前面應該。港島徑第1段 H001。H002，哇！封到好似即係蜘蛛網咁喎，封到，咪咯。落去啊，落去下低有一嚿石度影相啊，即係呢嚿石啊，下邊呢嚿石啊，係啊，係咯，呢度爬落去，呢度爬落去。哇！見到係建築嚟嘅。咦係喎，建築嚟嘅喎。見到。不過係啊。係危險嘅，呢個係真嘅。懸崖嚟㗎，係啊，懸崖嚟㗎。港島徑 H003啊。H004。好啦，又到一個標記處啊，得 H005。H006。龍虎山觀景台，好似係咯，我就話呢度，哦，就係呢度，哇！直升機台嗰度好大啊！我落嚟睇下先，係啦，醫院我知啊，呢個碉堡睇唔到。跟住我哋對黑住嘅嘢就聽唔到嘅，幫我試下啫。港島徑 H007。H008啦。唔好意思，我想影個牌，我想影個牌，唔好意思啊。H009。
H010。港島徑第一段 H011。邊舉處 H012。行到 H013。好 H014。好啦，行完啦，第一段。好啦，我哋行第二段。係啦，港島徑第二段。H015。好啦，我哋港島徑第二段，貝老道。好啦，嚟到呢度第二段打卡位。H016。H017。好啦 ，H018。夜晚佢驚㗎，驚㗎，夜晚冇人行㗎，好靜㗎。啲人翻工放工嘅。有，但係再咩眼燈咯？但係上面就係布卜山嚟㗎喎。好，第二段 H019。好啦，行到 H020啦。港島徑第二段 H021。H022。好，到達咗 H023。H024，剩低一塊牌啦，第二段。尾啦，第二段，中啦，係啦，冇錯。好啦，我哋 H025，港島徑第二段。冇水嘅水壩。應該呢度有水，不過唔係好多水都好似都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行。港島徑第三段。
港島徑第3段啊！第3站啊，解鎖港島徑。港島徑第3段 H026。行呢條港島徑，好 H027港島徑第3段啊！好啦，又到一個牌啦 ，H028。好啦，經過 H028，第3段嘅環境咧，真係樹林啦，林蔭路啦，整體上，咁第3段應該比較。真係悶少少啊！真係山谷位行，繞住個谷行嘅喎。第5段，係啦，係啦，冇錯，嗰個柏架山，唔係，嗰個叫咩啊？筆架山度，係啊，係好多馬路，嗰度轉嚟轉去。就段多，唔係第5段尾嗰都好多㗎都。都係其實同一個地方啦。嚇，不過未過馬路啫嘛。嗰啲路又係咁。係啊，又係咁，係啊，冇錯，環境一模一樣啊，係啊。大陸段都起碼係喎，你一講係如此一樣啊，係嗰種環境嚟喎，即係筆架山，即係去大埔道嗰個位咯，第5段。好 ，H029，啱啱過咗 H029，環境一模一樣，都係啲谷位嘅路啊。靜嘅人咧，OK 嘅，呢度都好寧靜，好舒服。夏天可能會好焗，不過冇太陽曬。好啦。H030第3段，好啦，呢度有個牌，一樓梯，頭先由呢個樓梯上嚟，佢就好快到嘅。呢個係因為我哋要睇牌，要個牌咧，就要行呢條路，所以。足足兜到大圈啦！H031第3段啊，港島徑。咁肉酸嗰啲聲，咩雀仔聲？好啦，而家到達咗 H032港島徑第3段。
好，又到 H033個牌啦，港島徑第3段。好 ，H034港島徑第3段啊。好啦，繼續。係啊，唔影牌，我哋頭先行樓梯上去啦。咁係慳咗嗰度個鐘。即係嗰度上樓梯上地盤嗰度。係啊，呢度就係地盤。我害怕今日行咗成個大圈喎。好啦 ，H035啊。好啦 ，H036。好啦 ，H037。我哋行到 H037，依然都係呢啲咁嘅路。下邊有條路。附近翻香港水塘道、香港仔水塘道、港島徑。好啦，行到呢度。H038。好啦，我哋撤退啦，由呢度灣仔峽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。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、Share。我在山上。呢度個機槍鋪。記得撳鐘仔，你撳全部，有新片會通知你。多謝你收睇，拜拜。